早晨，我係上三師龐曉宇。今日係2011年3月7日，Day 4。本港正受一股潮濕嘅海洋氣流影響，稍後轉吹東北季候風，為我哋帶嚟清涼嘅天氣。根據東東氣象站嘅資料，現時室外氣溫係攝氏22度，相對濕度係54%。現時係並冇雨量記錄嘅。我哋一齊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。5天天氣預報：星期2、3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雨；星期4、5短暫時間有陽光；星期6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早上有薄霧。今日同大家講個笑話。就係有一支火柴，佢跌傷咗個頭，佢入咗醫院包紮傷口，包紮完個傷口，佢會變成啲乜？估唔估到啊？就係棉花棒咯。今集時間又到啦，拜拜。